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退伍军人的关怀爱护。台南市一心爱心会特别捐赠10万块，予台南市人民服务处，由处长王国玲代表收证，并回赠感谢状，表达感谢之意。现场气氛相当温馨，略尽这个绵薄之力，来做这个善款动作，然后由我们农务处的王国伦处长来持续的话，来把我们这个照顾农民这些农眷这些善举义行把它延续下去。我相信未来在王国伦处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农务处在照顾农民这个方面的话，一定会不遗余力，更好的去把这些善行善事的话继续下去。一心爱心会成立已经8年，是一群有爱心以及关怀贯穿的企业家所组成。长期投身公益活动，无定期捐赠爱心物资，对着各地需要长期照顾物资需求的个案提供协助，并持续关怀人民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